斑泛黑咧，其實唔係炎症本身，而係咧我哋嘅皮膚咧缺乏咗內在嘅支撐，所以咧就會令到色素沉着嚴重噶啦。好多人咧以為打斑咧係祛斑嘅終極方法，但係事實啱啱相反，好多人咧如果用錯方法嘅話咧，反而會越打越黑噶。所以好多時咧我啲 patient 咧都會同我抱怨咧而家面對緊呢一個情況嘅。而中醫認為咧色斑嘅形成往往係因為內在嘅氣血不調，例如係肝氣鬱結或者係血瘀濕熱，所以咧單靠外用嘅儀器咧係冇辦法喺根本入邊治療噶。好消息嘅係，我今日會教大家3個有效嘅方法，令到色斑越嚟越少之餘咧，肌膚仲會越嚟越明亮噶。第一招就係疏肝利氣，除咗每一日飲玫瑰花茶可以幫到我哋美白祛斑之外，其實每日適量運動，例如咧飯後去散步半個鐘頭，咁可以減低我哋嘅壓力之餘咧，令到我哋嘅肌膚咧回復翻一個光澤噶。第二招就係補氣血啦，色素沉着其實同血瘀嘅關係好密切嘅，所以多啲食一啲紅棗啊、杞子啊、北芪、黨參、太子參呢一類咧補氣血同埋活血化瘀嘅中藥，係可以令到我哋嘅色素咧越嚟越淡之餘，面色都會越嚟越紅潤同埋有光澤嘅。仲有第三招就係補氣血啦，相信有睇我啲片嘅人咧都會知道三陰交穴喺邊度。仲有第二個咧係拳髎呢個位置，每一日呢2個穴位都係按5分鐘左右，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同埋令到啲色斑會越嚟越淡。除咗上面嘅3個方法之外，我仲有一個終極嘅美白神器想送俾大家嘅，所以只要大家喺下邊留言話想要，然之後 like and share 呢條片俾你身邊有色斑煩惱嘅朋友仔，我就會喺6月15號截止，然後6月20號咧就會抽出20位幸運兒送呢份神器俾大家噶啦。喂，大家快啲喺下邊留言話俾老姨知，大家仲有啲咩想知？歡迎大家 DM 我，等我咧為大家度身訂做一個專屬嘅健康方案啦。拜拜。